应着落摇花，我的心嘛，你着落摇花，我一生要学落摇花，我邀我的时，要唱歌学落我的上帝。因无得我靠君王，无得我靠世间人，因一点仔袂放zan因一个长句一笔图，因所计划迄日消灭。用哪国的上帝做伊的放zan伊嘛伊的上帝摇花的。这个人福气，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保守诚实到永远，以为是受冤屈的人伸冤，想事邪秘，互妖狐的，摇花偷放受冤家的，摇花开生人的目睭，摇花出去受压制的人，摇花疼惜义人，摇花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落到歹人的道路，互伊冤挑。摇花要做王到永远，锡安啊，伊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你好，摇花是三甲来吟诗，圣诗580首，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就吟诗。请起立，原音转手。请咱游玩徛地，咱要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
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勒岛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咱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22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22篇，也是诗篇95篇。咱要用启应的方式，我来启，兄弟来引。来啊，咱来唱歌俄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阮感谢你，因带阮伫主日的时，互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要用欢喜的心开声学乐你的圣名。主，阮感谢你，伫全球性、全世界性的新冠病毒的疫情中。你有用圣手压榨台湾这块土地，互正百姓免受大大的灾害。阮要献上阮的感谢。亲爱的天父，当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将阮内面摒空，通互基督将阮填满，互阮过去遐个错误的、艰苦的，无搁再提起的事。拢伫你的疼的内面，通得到安慰，亲像新的相款。对安尼，阮才会当脱离，互过去来捆绑，开始用稳定的角度来审查阮家己的处境。互阮虽然伫人生的死荫山谷中间，总是阮的软弱，要因为你来成做刚强，通大胆。我靠，阮的上帝度过阮每一个暗暝。主，阮伫暗静中得罪你的，求主赦免怜悯阮，也帮助阮用传扬基督来做目标，帮助阮步步通互你来提升。阮按你所祈求的，照你的意思来帮助阮，互阮因为阮。甲你同行来欢喜快乐，伫逐样事的顶面见证你的荣耀。教会中兄弟当中，有破病软弱的，求主圣手医治；软心倒退的，求主看顾，加添力量；当兵出外的，求主会平安甲因临在。这时，阮阁要对你的罗卜领受你的话语，学习你的教示。求圣神这时临到阮的中间，拄去撒旦魔鬼的交叉，通过牧师的嘴开拓你的道理，阐明你的旨意，成做阮的帮助。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这时。要来赞美，咱要请小诗班，今仔要献的诗，求你差遣我。咱今仔日的定数小可改。
正道，咱们请牧师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备办好的萝卜。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继续掀开咱手头的圣经，嘛，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第6页，即个讲道大纲的即个部分。嘛，请咱的即个导演的同工后一等的，咱要来读圣经的时阵。帮忙会当将导演圣经来显示出来。相信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到26节，都看到牧师讲道的大纲这尔切草就知影讲牧师今仔日的讲道可能会讲真久。较早牧师细汉的时，每回的牧师讲道1点半钟或者正常，讲50分钟或者上短。咱有安尼经验，所以今仔日牧师要正常来发挥。不过第一段讲了，我发现讲我嘛是讲40分钟尔啦，所以毋免伤紧张，上帝的话搁较济拢嫌少。咱是继续领受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互咱的遮个提醒进前，咱一届会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经，甲阮警调。总是主，阮既然要学习基督仆人的这个款式，也愿主你帮助阮，至少将基督的神放伫阮的内底，互阮每日三思主耶稣的话。以及伊的行道，也愿主通过今仔日先知以赛亚的教示，会当互阮明白应该安怎做，才是你所感纳的即个萝卜的款式。也愿主上帝，你会先运行一整个分享的过程，修饰阮逐人无共款的亮光，成做阮生命的帮助。阮将整个分享拢交托一个手。求主你亲自掌管，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相信咱对顶半年度6月开始，6月开始，顶半年度6月开始，咱就对创世纪的记载来知影讲，咱一定承接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的即个责任，咱一定承接亚伯拉罕属灵子孙的责任。就是讲，咱爱加做别人的啥物货，加做别人的啥祝福，加做别人的祝福。然后，咱煞接咱对生命记，就是摩西对以色列的这个劝勉的中间，知影讲，咱爱加做一个听上帝的话，知影爱反省悔改，常常爱尽心尽力听上帝的一个团体。接说，咱讲是对约拿书，去互大鱼吞落去迄个先知。这个约拿书，这个先知的经验来得到提醒讲，一个无法度悔改，也无法度顺服的萝卜，无法度成做别人的祝福。今仔日咱要通过先知以赛亚所得到的启示来思考，上帝伊所建立的这个萝卜，也是讲仆人的款式，到底是生做安那？我想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分做4个阶段。咱分做4个阶段来强读详实信息，嘛是分4个阶段来分享。大先，咱请咱的同工来引带咱大家来领受以赛亚书49章
第1节到第6节。以赛亚书49章第1节到第6节，请。咱做来读。海叔啊，着听我的话，遮个百姓啊，着留心对远远来听，对我伫胎里，耶和华就警告我；对我伫老母的腹肚，伊就叫我的名。伊互我的喙亲像内刀，将我囥伫伊的手下低音下，搁互我诚做磨光的糋，将我囥伫伊的糋地。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要因为你得到荣光。我就讲：我着磨是空空，我尽力是无利益，也无采工。但是我的判断在伫耶和华，我的报赏在伫我的上帝。耶和华对胎里造就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向伊，互以色列聚集伫伊遐。因为耶和华看我做尊贵，我的上帝也诚做我的亏力。又讲：你做我的奴仆，振兴雅各的支派，互以色列中得到保全的倒转来。这要是小可事，我要设立做列邦的光，做我的拯救的到伫地极。好，咱虽然有导影通看，总是咱继续掀开咱手头的圣经。咱会发现讲，经文一开始就有一个人。用全世界用汉化的方式伫做自我介绍。啊，伊的身份是一个互上帝所竞选的族群。今仔日上帝竞选这个族群的目的是啥物？就是要通过伊，互万国万民将荣光来归乎上帝。这个人是啥人？这个人就是以色列。咱用华语讲做被拟人化的以色列。拟人化的这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罗卜以色列，伊伫上帝装备甲操练下面，原本伊有责任爱向全世界来宣扬上帝拯救的计划，总是伊失败。这位罗卜以色列伊失败，咱若是看规本的旧约的这个以色列历史，伊是失败的。莫讲是要成做别人的祝福，咱看去以色列。最后，因为得罪上帝、背逆上帝，来面对刑罚。伊家己含祝福别人都无，家己爱面对这个刑罚。总是咱看去讲，以色列伊伫这段经文内底，伊咧做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咱可能会足奇怪哦。咱看整个旧约，以色列人是对上帝安那上够应喙应舌的，有无？以色列人对上帝足够应喙应舌。总是一只以色列人，既然安那，一只来反省。总是咱要知影一件代志：先知以赛亚当伊得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巴比伦还未将因掠去一外邦。意思是讲，以色列人的反省，这是上帝的预定。上帝预定，意思讲，先知你讲这个话，记录这个话的时阵，以色列人要住伫耶路撒冷。所以，今仔日上帝伊已经预定好，因为以色列人会背逆，因会歹，要通过巴比伦帝国来甲因刑罚。那安尼，上帝嘛当预定讲，以色列到迄个时阵，因绝对会悔改来认罪，得到上帝的感纳。今仔日咱所读的是以赛亚书49章，总是咱要看去讲即个波斯。要拯救以色列人出这个巴比伦，咱当倒去对48章来看，好，咱当对48章来看。既然先知以赛亚一定得到上帝的启示，讲因为以色列犯罪得罪上帝，未来绝对会通过巴比伦来对以色列刑罚。那安尼，咱会当知影讲，对以赛亚书40章开始讲的，拢是对安那。以色列安慰、鼓励的话，
来，牧师讲到这，要问咱大家，敢有人自头到尾将以赛亚书看好了的？敢有？有人吼，咱清楚哦，以赛亚书第1章到39章讲的，拢是以色列人安那得罪上帝、背逆上帝，以及上帝要安那审判甲刑罚。总是来到40章的时阵，上帝开始讲啥物话？讲安慰的话，讲要拯救的话。好，所以今仔日咱所领受的49章，就是上帝安那伫讲安慰的话。当以色列人去了去伫巴比伦的时阵，所以咱看伊讲49章，就是咧预言讲，当以色列人去到巴比伦的时阵，上帝要安怎安慰以色列。咱通对旧约发现一件代志哦，上帝咧拯救人有一个天数，这个天数是啥物？第一就是人犯罪，过来上帝安那审判甲刑罚。第三，人爱悔改认罪；第四，安那上帝降临，上帝拯救才会降临。有无？对这旧约的天数拢是安尼哦。人犯罪，然后上帝安那刑罚，啊人才会知影爱安那悔改，悔改煞拯救才会安那，才会来降临。虽然上帝一定预定这以色列会受刑罚。总是伊嘛来安慰以色列人，互因知影讲，你永远会当掠掉即个利益、选民的即个关系，来确保上帝的拯救。今仔日，咱的教会已经成做新的以色列，一个新的属灵的团体。咱甲前的迄个以色列相共款，教会受设的目的是啥物？就是要荣光啥？荣光上帝，将一切恶乐。荣光来归乎上帝，所以今仔日教会毋那是享受伫安那拯救的恩典内底，一只来欢喜。咱嘛应该爱为着上帝个福音来负责任，爱为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做见证。咱嘛爱常常通过祈祷来自我反省悔改，恳求上帝帮助咱。当咱失败跋倒的时，永远对上帝。掠掉这个信心甲毋望。咱继续来看咱的经文，面对这位罗卜、这位仆人、这位失败的仆人以色列，上帝伊通过先知应允一件代志，伊讲，就是第5节，咱来看经文第5节的所在，伊讲未来要兴起一位弥赛亚，一位仆人弥赛亚，要将受掠去到外邦的遮的选民。带转来到一应允的地，要互伊回心转意，要互伊归向上帝。总是一只，咱爱分做2个层面来看。上帝讲，这个人归回有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徛伫当当时的这个处境来看，当当时的处境，这个归回是以色列人自位置顶悬的归回，要对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啊，这个任务要上来完成，波斯王高列来完成。48章咱转去看，这个任务是波斯王高列要来完成的。好，这个以色列人对安那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来，这是第一层面哦。第二个层面是讲啥物话？是咧讲属灵的层面，意思是讲关系的修复，人甲上帝的关系要来修复。要来归回到上帝的面头前，这个任务是上来完成。这位罗卜弥赛亚，上是这位罗卜弥赛亚，是上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任务就是要找咱归回归向上帝面头前，是一种关系的修复。毋那安呢？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仆人弥赛亚，伊嘛要延续这位失败的罗卜的任务。耶稣基督，伊要成做正人的祝福。这位弥赛亚，伊嘛要成做万国的光，万国万民拢要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真正的救赎。
所以咱看去讲，对上帝来的救恩，是对旧约开始，就通过先知来预言讲，上帝拯救毋那是临到至以色列，佮临到至世间万民的心上，会当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救。今仔日咱的教会，就是这位柏林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所呼召出来一群人。既然咱互这位罗卜呼召出来，咱的第一要务是啥物？咱的第一要务就是真做正人的模范，要互人学习的一个款式。不管是伫教会，还是这个日常生活，咱拢得爱活出甲上帝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款式，互人看。今仔日失败的以色列，这位失败的罗卜的这个模范，放伫面头前，咱毋通得亲像以色列相共款，咱爱亲像主耶稣基督相共款。接下来咱来共读，咱做来共读以赛亚书49章第7节到13节，咱做来读，请。出来，对遐个踮伫黑暗的人讲，恁着显现，因要伫路里得着食，伫一切无草的山得着牛草，因无枵无喙焦，热气甲炎日无要伤害因，因为人民因的要带因，牵因到水泉边。我要互我的正山成做路，我的大路也要屯悬。看，遮个人要对远来；看，遮个人要对北方西远来，也遮个人要对真国来。遮个天啊，应该出欢喜的声；地啊，应该快乐。正山应该出声唱歌，因为耶和华有安慰伊的百姓，也要怜悯伊遐个困苦的。感谢就好。无吼，即马有。好，讲题讲到遮吼。我必须爱讲，逐礼拜吼，我讲咱教会做礼拜拢面对征战，有当时含唱一下诗歌，好好领受上帝的话，魔鬼拢要甲咱攻击，拢无法度好好领受吼。所以各位兄弟姊妹，礼拜前祈祷有重要无？有重要吼。好，咱接受咱掀开咱手头的圣经，继续来听即个分享。头句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我毋知你有感受到无？咱每一届各活节，还是主显节，还是圣诞节的时阵，听好拢会读到这段经文。听好讲，这段经文是咧预言一件代志，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会受难、死、甲搁活安尼的预言。通过安尼，咱看去讲，圣性的上帝要通过这位中保、这位仆人，来互世间人通过伊来得救。万民嘛要通过伊来甲上帝来立新的约，并且仰望这个新的应允的地，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内底，以及引带人进入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来得到新心灵的这个丰富甲平安。所以一只简单讲，咱毋免得归回耶路撒冷，
咱免得归回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予咱的应允的地。咱要追求的，就是自主耶稣内底的平安甲丰富。咱嘛免去操作什么款、什么属灵团体。各位兄弟姊妹，看一下你边仔的人，看一个人，咱就是新的属灵团体，咱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咱就是教会。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甲咱设立的。请问，咱有一教会内底得到新心灵的平安甲毋茫无？好，佳哉，恁讲有啦，有阿门啦吼。咱都倒来看圣经哦。虽然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的安慰，对当时的处境来讲，是指讲以色列人要对巴比伦的统治下面得到讨棒，总是对新约的时代来讲，以赛亚预言是咧讲，所有的人，全世界人。独独通过主耶稣基督来脱离黑暗的捆绑以及罪的权势。对安尼，咱通过主耶稣基督得到灵性上的救赎甲讨棒。好，所以咱看这段经文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对当时人讲的，以色列人脱离巴比伦的捆绑。对咱现在新约的基督徒来讲，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脱离黑暗的权势，甲罪的一个捆绑。对安尼，无阁有任何人，也是讲代志，会当来攻击属基督的人。因为咱每一个基督徒拢伫基督内底来得到平安甲毋茫。阿门无？相反，上帝既然为着遐个受了教去到巴比伦的人来开辟一个转去的路。好，咱有看到今仔日的经文无？上帝应允讲，遐个受了去到伫巴比伦的人，我要帮伊开一条路，开一条互因转去的路。今仔日上帝伊也竞选伊的罗卜弥赛亚，要为着咱开一条路。耶稣基督就是咱归往上帝的道路。阿门。这是咱即个约翰福音会当来知影，因为耶稣伊捌讲过，伊是真理，伊是生命，伊是啥一回？伊是道路啦。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位仆人弥赛亚，就是要帮助咱归往上帝的道路。这个世间的引诱，也是讲试探、阻挡，就亲像这个圣经所写，亲像关山大海相共款，阻挡人进前，互咱要归往上帝的路真歹行。总是上帝的权能，要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引带世间人，会当通过伊来归往上帝。毋但安尼，这位罗卜，这位仆人弥赛亚，伊不只是要呼召以色列，伊嘛要来呼召万国万民来成做上帝的儿女。伊要互上帝救恩，毋但降临伫以色列，都降临伫全世界的人，降临伫你，降临伫我，降临伫伊的身躯顶。所以咱看起经文，先知以赛亚得到安尼的启示，伊真欢喜，伊真快乐，真得条绳啊！因为上帝答这位先知讲：“我要互你的兄弟姊妹掠去到伫外邦。”总是伊嘛先知以赛亚讲，但是我会拯救因，我会安慰因。所以这位先知以赛亚听到上帝安尼的话了后，伊真欢喜，伊知影讲，原来安那，上帝并无因为以色列的失败，无真侪正人的祝福，就来刑罚伊。反倒伊知影讲，上帝只是要通过安尼，互人悔改，然后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所以咱看伫这位先知，因为听到上帝安尼的信息了后，伊欢喜得条敬拜而乐，伫上帝面头前来感谢上帝的救恩。今仔日咱教会加做一个新的属灵团体，咱受设立是伫基督内底的新约来成就的。那安尼，咱教会本身爱加做一个回转归往上帝的一个团体。上时教会嘛有一个责任，就是爱向世间人指出一条归往上帝的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是教会责任。过来每一个主日，咱的礼拜，拢是咧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国活。你有听过安尼讲法无？啊好，你的基本信仰爱定上课啊。咱每一届的主日，咱啥无守安息日，咱守主日，就是咱通过即个日，逐礼拜的主日礼拜拢是咧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国活。所以咱爱亲像先知以赛亚相共款，每一个主日拢用祈祷、感谢、俄乐来礼拜咱的上帝，来感谢伊通过基督予咱的救恩。阿门。因为咱每一个人拢通过礼拜，通过主耶稣基督，得到无限的安慰甲盼望。咱伫基督内底满有平安甲盼望。咱接续咱来领受以赛亚书49章14到21节。14节，三个来读。锡安讲，耶和华有气煞我已经袂记得我。妇人人减话袂记得伊食年的圆仔，无认分伊所生的囝。因检菜有袂记得的，总是我无袂记得你。看啊，我将你刻伫我的手指，你的声像常常伫我的目睭前。你的囝儿要紧紧倒来，毁坏你的，甲互你拍远的，要离开你出去。你着夜目四界看，因众人拢自集来归我你。耶和华讲，我记我的活命来讲。你要用因一切做砖榻来穿衣，搁用因做带来下腰，亲像新娘一般样。论到你拍远冷静的所在，甲你所毁坏的地，担百姓多，徛起伤恶，吞灭你的，要离开你远远。你失落行以后，所生囝的囝要对你讲：这个所在我徛起伤恶，求你互我有所在通徛起。迄时你心内要讲：我已经失落家己徛起，是受掠的，漂流伫外面，治罪甲我生遮的。治罪将遮个养饲到大汉，看我孤单的时，遮个对答了。好，咱到遮，好，咱到遮。头个徛起上个意思是讲大个所在安那，伤细经啦，吼，一定带无够。好，咱读完这段经文了后，我相信咱会真讲领一件代志，就是以色列人既然拒绝。好定来相信上帝应允要予因的救恩。互咱读到14节，咱的经文吼，14节，这位以色列罗卜仆人伊讲啥？上帝已经大气杀啦，上帝已经大袂记得啦，因无盼望啊啦。我想咱现代读者，咱无需要上戆野以色列人有安尼的一个反应。请问咱在座有啥物人经历过战争的？有人活到今啊？无哦，是你本身经历过战争的哦。有人经历过战争，咱若是真正经历过战争的恐怖，你就袂戆领以色列人谁啊对上帝无信心，谁啊会无肯盼望，谁啊因看起巴比伦帝国军事的勇壮，伊看起因的故乡耶路撒冷安那受毁坏、倒坏，然后因本身去人掠去做奴隶，失去尊严，失去自由。请问是安尼的情形下，你都对上帝有偌济信心甲盼望？我相信咱有看过一寡电影，第二届世界大战，犹太人去德国掠去安那，伫集中营内底嘛。遐活落来犹太人，你会当去来访问，伊的同伴有偌济人都继续对上帝有信心甲盼望。
伫迄个情形下。所以咱免戆硬讲以色列人乃真会无信心，今日活做你面对咱的挑战，检查咱嘛是安尼。不过咱看到讲即位慈悲怜悯的上帝，第14节一听到以色列人只埋怨，讲上帝啊，你甲阮袂记得啊，上帝啊，你甲阮气煞啦。上帝听到安尼并无受气。伊反倒用母性温柔的口气来回应伊的囡仔以色列。咱知影讲天下父母心，无人会去袂记你幼稚家己的囡仔，对无？无人会讲无要去疼家己亲生。上帝讲，就算讲即个世间有安尼的代志发生，伫伊的身躯顶安那，绝对袂发生遮个代志。信实的上帝绝对会来保守，会来引带，袂放弃伊的囡仔。而且经文写啥物？上帝讲，伊将伊的囡仔的名刻伫啥物所在？伊的手掌顶面呐，刻伫伊的手掌顶面，吼，来表达讲伊对以色列人会疼。请问即马即个少年人吼，若甲人谈恋爱相疼，拢会去请你对无？拢会请对方的名对无？来，恁敢有人安尼？无啦吼，总是这毋是重点。你会记得讲律法内底有规定讲，上帝讲人袂当伫家己的身躯顶安那，请物件做记号。今仔日上帝伊家己做即个动作，讲我要将恁的名安怎刻伫我的身躯顶，伊要用安尼来表达讲，我对恁的疼安那永远袂改变啦，因为刻伫我的手中。上帝回应以色列的中间。伊毋若用即个老母的心情甲口气来安慰，来显出伊对以色列的疼永远袂改变。伊嘛用女性安尼角色来比喻即个以色列将来因要重新的起造起来的即个荣光甲荣耀。上帝直接通过先知以赛亚，甲以色列人讲：恁若会记住哦，会记住我即马应允恁的哦。当以色列人民对巴比伦、对外邦转来的时阵，这个趴远的耶路撒冷会亲像一位新娘，叫装他雨水，装他雨青影。是安那？因为原底耶路撒冷是安那？是趴远的，是倒坏的。总是当人若自己起来，耶路撒冷受到中间时阵，敢会恢复迄个繁华甲阳光，敢会？所以，直接上帝用安尼来比喻讲，你还会记住我即摆互你的应允。当人归回的时阵，耶路撒冷以色列会亲像一位新娘，或者会转来人装塔甲真水、真青呀安尼。今仔日咱看去讲，上帝除了用新娘安尼角色以外，上帝嘛用老母的角色来安慰以色列。来比喻因转去的时阵，迄种高跳欢喜的心情。接续咱来看去讲，上帝伊也将以色列人，也是讲以色列，比喻是一位原底是未生甲善者的妇人人，安尼一个角色，来表达讲，真正有无可能的代志来发生。因为经文安那写，因为伊讲，这位以色列。伊那小一个未生善车的妇人人讲：我倒位来遐一个囡仔来到我面头前，倒来到我身躯边。这囡仔是送的啊，大家拢生到这大汉，然后这会倒来囡仔，但以色列画一件代志讲：咱大的所在安那？上下无法度大。这个比喻是咧讲啥物意思？是以色列这位母亲无实在这个囡仔。这是比如一件代志，原来遮的人拢是一外邦安那出世，一外邦大汉，伫上帝保守下面留存性命，转来到以色列。意思是讲，遮的一外邦大汉的人，对耶路撒冷是安那是青分的啦。因将来毋知故乡生做啥物形，故乡嘛将来毋捌遮的人，所以用安尼来比如讲。到时阵，你绝对会得到安尼稳定。你看起来那小是未生，
你看起来咱小是散车的，总是最后你要得到丰富的产业。今日咱教会对上帝国的福音事工，我要问一件代志：咱敢有甲以色列人相共款，是毋信的，是埋怨的？咱若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上帝的事工甲计划的时阵，到底代志会成啊无？咱知影讲福音事工、服侍的路有真侪的即个阻碍、真侪困难、真侪攻击。总是我要直接讲一件代志：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放伫教会内底的应允是永远袂改变的。主耶稣基督伊毋若赢过罪恶的权势，主耶稣基督伊也突破即个救恩选民的即个条件。意思是讲，毋若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来得救，即个救恩是要收束予每一位归顺伫上帝的人。各位兄弟姊妹，我要问咱一件代志：一旧约内底，咱台湾人原底是一救恩内底吗？一旧约内底哦，台湾人是救恩内底吗？救恩只有上帝上以色列人。今仔日咱坐伫遮，就是一个活我的见证，兼毋是即位罗伯弥赛亚所完成的救恩吗？自彼得甲正门徒信心降临了后，伊用逐所在的口音来宣扬上帝救恩，对无？接续信心降临至即个保罗、巴拉巴的身躯顶，因都继续将福音安那传到一逐所在。今仔日，咱基督徒敢有需要得转去耶路撒冷做归回的动作？咱有需要得转去耶路撒冷雕像吗？咱一定是即个新的耶路撒冷内底啊！咱一定是教会内底啊！我要总讲一件代志，今仔日教会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信仰共同体。我来讲一届哦，教会是全球性的信仰共同体。所以，咱无需要转去耶路撒冷，咱无需要去遐雕像，咱爱大家注意，都转来到倒位做礼拜？倒位啦？教会来做礼拜，并且我要讲的是，今仔日福音也相共款，通过教会继续定居伫社区，定居伫逐所在的文化内底。好，最后咱来共读以赛亚书49章22到26节。以赛亚书49章22到26节，请。主耶稣讲：看，我要列国举手，万百姓举大旗，因要将伊的正囝抱来，将你的正查某囝养来。列王要做你的养父，王后要做你的儿母，因要将面伏落地。你跪拜，搁溅你的脚的土粉，你就知我是耶和华。既然望我的，的确无见效。名人抢去的，减会抢倒转；强人所抢掠的，减会救伊嘛。总是耶和华安尼讲：名人所抢掠的，要抢倒转。强人所抢的，要得着救；甲你3钱的，我要甲伊3钱；我也要救你的囝儿。搁我要互遐个压制你的，食家己的肉，因也要啉家己的血到醉，亲像啉甜酒一样。既若有血气的，要拢知。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救赎你的主，是雅各的大权能的。咱经文已经来到最后一段，咱看起一件代志：上帝伊对慈悲的一个老母，安尼的角色，转变是一位大有气力的一个勇士。伊面对以色列的这个埋怨、凊信甲毋信。上帝大声用老母的角色讲安慰的话，予以色列。总是这个以色列犹原毋信，
有忧怨、无信心，只埋怨。所以，这上帝伊用勇士的角色出来，要来勉励、要来激励以色列，互因知影讲，上帝绝对会拯救恁。总是自咱透过所读的这段经文，咱看去讲，虽然以色列人一直通过先知以赛亚听到激励的话、安慰的话，总是因犹原毋信。来，今仔日咱所读到24节，因搁一届甲上帝应嘴应指，伊讲啥物话？来，咱来做伙来读，伊讲啥？闽人抢去的，减会抢转来；强的人安那手掠的，减会救伊。请问，以色列向上帝提出的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的？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是否定的吗？这件代志上帝讲做会到？好，恁头壳拢顿顿啊吗？今仔日无事讲伤久。这件代志上帝讲做会到？会啦，所以答案是肯定的啦。好，来，咱只是咱来献到新约的圣经，咱献到马太福音12章22到30节，咱要用一段经文来对照今仔日咱所领受这最后一段的经文。新约马太福音12章22到30节。新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2章22到30节，马太福音12章22到30节。上帝直接回应以色列的这个话，咱要来理解呢？咱看去讲新约的记载，主耶稣伊互人控告讲，伊是靠鬼用安那？伫赶鬼。冤起头上帝这个主耶稣。伊医好一个互鬼附身得安那破病的人，叫众人遮讲：哇，这个人敢是大逼的囝？这个人敢是大逼的父诶？伫迄个时代，当人安尼问、安尼讲的时阵，意思是啥？这个人敢是上帝所应允要来的弥赛亚，迄位罗卜？确实，主耶稣就是上帝所要应允来迄位罗卜。总是宗教领袖只要控告耶稣安那毋是啦，伊赶鬼是靠啥物货？是靠鬼王咧赶鬼。则说耶稣伊就用相当是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做回应。牧师来读就好，咱大家来看。耶稣伊讲啥？伊讲国家若家己纷争吼，就会荒废；城市也是家庭家己纷争，会徛袂牢。撒旦若是赶撒旦吼，是家己纷争，伊个国哪徛会牢？并且耶稣伊就继续讲，伊讲人安怎才会当入去勇士的厝抢伊的财物？敢是着先甲伊绑起来吗？无为着我的，就是反对我。读到这，咱有发现讲，上帝把耶稣基督一只所反映的话。甲先知以赛亚这段话有一个对应，有一个类比无？敢有发现？好，无发现，回去慢慢发现，不要紧。对先知以赛亚迄个时代以色列人来讲，确实，上帝所讲的这位勇士是啥？是巴比伦帝国啦，是巴比伦帝国啦。迄个时代无人敢对巴比伦帝国做对头啦。这是上帝口中，还是以色列人口中迄位勇士？物件去互勇士抢去，你是要安怎抢转来？所以伫先知以赛亚迄个时代，这位勇士是啥？巴比伦帝国，总是巴比伦帝国，啥后面会衰落，会倒坏，因为因内战。巴比伦帝国因为内战，所以因的全国的这军事安那衰烂。这时阵，波斯王古列看到好的机会，趁巴比伦国势安那衰烂的时阵，来征服巴比伦。则说换做波斯帝国安那来统治以色列。结这波斯帝国虽然强盛，因的结局是安那？因相共款嘛是内战。波斯帝国相共款嘛是因为内战，结局甲巴比伦相共款来衰烂。
来倒坏。讲到这，咱爱知影一件代志，这两个帝国拢安那不断来安那统治以色列，总是这两个帝国拢因为家己内战衰烂来倒坏，这一切拢是上的计划甲业力。这一切是上的计划甲业力。上帝计划甲业力，上帝通过安尼安排，互这两个帝国因安那因家己去内战。家己去衰烂，家己去倒坏，然后找机会，互以色列人安那，倒来一夜杀领。啊，这两个帝国吼，只要衰烂内战的时阵，敢有用去插以色列？他们还有空去理以色列吗？没有空，无用去插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安那一年希米以色列的帮战下面，因开始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上帝即个中间，伊就是迄位大有气力的勇士，对巴比伦的手中，对波斯帝国的手中，将这个子民，将这个囡仔安那来甲救出来，来甲抢回来，然后互即群伊的囡仔无去受欺负。今仔日咱教会是上帝所差派的罗卜弥赛亚所竞选的。这位罗卜弥赛亚，伊互咱的款式是啥物？伊互咱款式是看起讲，伊搁较进一步，来拯救人，引带人脱离黑暗的权势，甲死亡的威胁。迄个时代的人，因是脱离巴比伦甲波斯帝国的手。现代的救主，这位罗卜是要救咱人脱离黑暗的权势。甲死亡的威胁，然后安那，互咱赢过罪的即个权势甲捆绑，并且咱是基督内底要找到即个新的愿望、平安甲喜乐。因为即位上帝所派来的罗卜，即位大有气力的勇士，伊一定伫十字架顶通过死甲割活来完成上帝拯救的计划。所以咱看以赛亚书的时阵，咱爱永远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当时的福音，迄个时阵的拯救；第二个层面是针对咱新约时代基督徒，咱即个时阵的福音，咱即个时阵的拯救。所以咱会记得，咱看先知书，第一个对迄个时阵的人，因脱离的是啥个手？巴比伦甲波斯的手对无？来到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要救咱脱离啥物货？黑暗的权势，甲罪的捆绑，上帝已经通过十字架来完成上帝的这救恩的计划。互既然信耶稣是基督，用伊做救主，来合适伊正成的人，拢成做上帝的子民，然后有永远我的应允伫咱的内底。当咱是基督内底的时阵，咱要得到永远的平安甲愿望。既然咱受这位罗卜的呼召，咱诚做教会，咱嘛有一个责任，继续将福音来传出去。总是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这个拯救，在信心的运行内面，亲像双面的来剑。啥讲亲像双面的来剑？因为应允就放伫你的面头前，你要听，然后顺服的，这个应允后面的福气甲恩典。特别安那收束互你，总是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应允放在你面头前，你拒绝，你无爱，你所面对的就是啥？审判甲刑罚。所以咱教会传福音，咱绝对要有两种的态度，一种是安那严肃的态度，一种是温柔的态度。严肃的态度，你就是爱去教导，爱去人提醒，爱去人警告。总是温柔的态度，你安那，互人安慰，互人扶持，互人愿望。因为咱对咱今仔日的经文所看去，咱毋通得亲像迄位失败的罗卜以色列相共款，无真做正人的祝福。咱反倒爱对迄位成功的罗卜身躯顶得到启示，就是主耶稣基督，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照先知的款式。来宣传福音，先知的这个
款式宣传福音是啥物意思？就是往世间人讲，生死祸福拢摆咧一个面头前，你家己来做选择。福音我一定传互你啊！你有要信耶稣基督无？有，永远就摆咧一遐，福分恩典就一遐。你拒绝审判甲刑罚嘛一遐。所以最后我咧讲一解，传福音就是亲像先知的宣传相共款，生死祸福安那，拢摆咧一个面头前，你家己来做选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阮通过先知书，就是以赛亚对你遐来所得到的启示。阮看去讲过去，你所呼召竞选的罗卜以色列，伊的福音事工是失败的，因为伊无正做正人的祝福，伊家己得罪你，背逆你，颠倒受到你的刑罚甲审判。后来你又兴起另外一个罗卜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你的圣囝，毋若拯救以色列人，都要通过伊，互万国万民因为伊来得到祝福。这个祝福的内容，就是既然信伊的人，都要来得救。甲主上帝你，都重新修复这个好好的关系。但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教会，阮教会就是这位罗卜弥赛亚所呼召出来。今仔日伊一定行伫我的面头前，有这个罗卜的款式，互阮看。求主信心，你帮助阮，会当将主耶稣的款式放伫阮的心内，照安尼来言行举止，照安尼来行道。毋望早有一日，阮拢会当完全亲像基督。早有一日，社区的人、新朋友、无道友，对阮的身躯顶来看去基督的形象。早有一日，教会真正会当往社区指出迄条得救的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通过安尼，互众人、互社区、互所有人，将阳光拢归互主上帝你。主啊，恳求你听阮一只的恳求，也恳求你。继续将你互先知教示的话放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生活的准证。原来咧，往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甲啦。搁要来吟圣诗，圣诗298首，圣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请起立吟全首。
兄弟请坐。即时要来奉献，要请简秀竹、罗建业两位执事来示献。会记以赛亚书49章6节，报告事项咱先开周报，咱看第2页，第2页的部分是澳洲的服侍甲注意二的聚会，周间的聚会，周间的聚会，则特别来提醒夫妇团契伫8月16。的专题12点半的专题是要邀请何伟哲医师来甲咱分享戒糖比戒毒无瘾还难吗？吼，这个部分咱请咱家己来注意。小组的聚会请咱将遵照这各区的聚会方式来参与聚会，也是伫线顶来参与分享祈祷会。第3页。奉献的部分若有出入，请相关的中级来更正。消息报告本日中昼12点，伫701的教室要召开传道部会、福音主日的协调会，甲圣诞节第一遍的筹备会。
请团队部的部员、甲注意学校长、各团契的首长、社区在义班的主委、敬拜团的团长出席，并邀请以下几位长老出席。敬请省略吴传兴、陈祖德、简成、李文贵、陈维明、王浩杰长老出席。下主日7月26日是环球圣经公会要来本会摆设即个册答吼，册答的项目有无相款的圣经吼，有研读版的心灵关怀甲儿童品格等等甲有天道书楼研经灵修生活等等的册咱会伫4楼的即个外面来，互大家来试读来选买。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行政部员出席。1点伫7孔音乐教室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加。小会消息：10月初4临时好会，咱今仔日有发放中级的有选票，请在籍的会员到4楼礼拜堂外面来领取吼。咱8月16中昼12点买杂志，请将有选票投到4楼电梯边的投票箱。另外，2020年团契首长的改选、监选的长老，请咱家己来看吼。教会消息第5页，本会伫8月初2，109年8月初2，福音主日顶播要是10点到11点半来举行。咱邀请福音的艺人叶欢姊妹来到本会分享生命的见证。迄天早场甲第2场的礼拜要合并吼。8点半到9点半是叶欢姊妹伊排演甲备办心的时间吼，所以咱的4楼服侍除了服侍的同工以外，要净空吼，净空1点钟吼。有较早来的兄弟，请先到即个6楼副堂备办心吼，不便的所在请大家来原谅吼。敬请所有的兄弟姊妹邀请咱的无道友甲好朋友共同来参与迄天的见证吼。来见证分享。第二，财务部的报告政府开始发放即个振兴券吼咱教会对即个部分咱较歹处理吼所以伫遮呼吁，请咱的兄弟姊妹莫用振兴券来奉献，请大家伫遮来配合。全球的即个新冠的疫情依然是真严肃的所在吼，咱为着响应即个防疫的新生活，咱教会爱餐依然是暂时暂停吼。主日各单位的聚会等等的活动，请统计人数办公室来登记吼，登记便当等等吼。妇孺甲妇女团契联合的户外要举行的活动是4头1日游吼，这是8月22日集合的时间是早起时下早时6点45分，伫咱教会来集合请朱美玲会长来交报名费吼。教界消息得胜者的训练课程，请咱家己来看。新德中会商联部，咱有举办即个国内的灵修旅游，请欢迎报名来参与。迄是伫9月初2到初4吼，要去南投嘉义吼放松3日游吼。请相关的费用甲报名请咱家己来看。下面请牧师来补充介绍甲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有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头我有看到耐心吼，甲伊的未婚妻对美国转来，咱请因起立好无？咱大因拍鼓，大因欢迎。好，请坐。来，咱搁看者咱边仔的人敢有？你看起来无啥熟悉的。有当时你看起来无熟悉是，你拢无去甲人交陪熟悉啊。
吼，来，咱讲数啦，咱边仔人安尼请食安尼吼，大家讲平安。好，牧师真清楚今仔日所讲的道吼，检在听起来真难，所以牧师会一下晡时将今仔日的讲道片来打入即个公布栏，咱的群组的公布栏吼，互大家会当来看。毋望各位兄弟姊妹，莫下摆看到周报吼，今仔日牧师要讲旧约先知书，你就无爱来。吼，咱知影讲以赛亚书对40章开始吼，先知拢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做记载，所以当你读的时阵，你真正会安那一粒头戆戆说，拢毋知影先知到底是咧讲啥物时代的代志，拢毋知影先知是咧讲当时还是未来的代志。吼，所以请咱继续对先知以赛亚安尼有信心嘛，嘛对牧师有信心啦。吼，莫后摆看到旧约先知书，就无爱来安尼。好，啥咧要讲先知书，其实这甲咱的宣告、甲传福音，以及咱教会，以及上帝的这救恩有真大的关系。所以毋望咱传福音毋通一直看新约，一直看耶稣还是使徒行传，咱嘛爱回头来看旧约，对这福音的这记载。会当互咱对整个的信仰的栽捌，会当更加安那来精转更整全的信仰的这个知识在我们的里面啦，吼。好，牧师只讲这段话中间，恁拢无发现青份人伫咱的中间吗？好，暂时无，安尼牧师报告到这。这是来吟上营的400首，上营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这场起立，咱要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咱做人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帮助阮来学主耶稣基督仆人的款式，会当互阮所行所做荣光你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现在请坐，田角灭倒。
平安日，请你座位边仔的兄弟讲述，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